穿红色上衣、戴安全帽的男子东张西望，鬼鬼祟祟进到虾皮自取店。他不是来取货的，而是进去偷窃。带您来看当时情况。警方调查，这名48岁林姓男子找来朋友杨姓男子，利用虾皮购物自取店无人事管理的便利性，一个偷窃，一个把门，持电动机具、铁锹等，在深夜切割缴费机窃取现金。从今年6月，包括新北市、桃园市及新竹县3个县市，共6间虾皮自取店，总共盗走新台币约102万元。其中莺歌跟中立高铁北路店就总共被偷了60万。为了办案，两人还先在路边偷走4辆机车，当作交通工具，变装骑到店面，行窃完再换装汽车，搭乘计程车离开，试图要制造断点。刑事局立刻调案发现场影像，在新北土城跟桃园平镇将2名嫌犯逮捕到案，全案依加重窃盗罪送办，法院裁定羁押。